一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的词汇，大家记得听得入哦。第一个电费单，天费单，天费单。第二个过户，购付，购付。第三个移动申请单，移动申请单，移动申请单。第四个下一期，下一期，下一期。第五个厕所，偏手，偏手。第六个性别友善，性别友善，性别友善。好，我想要改天费单嘅名诶。也爱申请购付，能做得过？请问有写好一通申请单嘅冇？有，身份证依呢含有天费单，未做下本。好，判好诶。下一期咧天费单涂起唔嘅名诶。快些，做得同家偏数么？唔啲什么嘢嘅一定改叫么？楼梯身边有芯片有三片手，西来诶什么嘢都做得用，喺地杯无人就做得使用。多谢，安尼对西来嘅什么嘢都改方便。错啦，芯片准确，但係做得好，芯片平等就可能到。看下头度嘅影片，我哋来学习一下几句常用嘅对话。首先，也要申请过户能做得改，这要申请过户才可以改。好，这要申请，也会申请，也会申请过户、过户、过户才可以能做得。那北部会说张周的，一个是能，一个是张。好，变更呢就是改，改。好，那我现在这整句喽，我讲一个南势线的版本。也要申请过户，能做得改。好，来句北势线的哦。也要申请过户，张做得改。有听出差异了吗？好，下一句。下一期嘅天费单就是唔嘅名嘅，下一期的电费单就是您的名字。下一期的，下一期嘅，下一期嘅电费单，天费单，天费单就是秋黑，秋黑，您的名字唔嘅名嘅，唔嘅名嘅。好咯，来整句咯。下一期嘅天费单就是唔嘅名嘅。下一期嘅天费单就是唔嘅名嘅。下一句，楼梯身边有性别友善偏手，楼梯旁有性别友善厕所。楼梯旁，楼梯身边，楼梯身边有没有的有呢？有，有，性别友善，性别友善，性别友善，厕所，偏手，偏手。好，整句咯。楼梯身边有性别友善偏手，楼梯身边有性别友善偏手。好，下一句哦。谁来耶，什么耶都做得用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用。好，男生呢，谁来耶，谁来耶，女生什么耶，什么耶。好，这个国语的都有很多发音，好，我把我所认知的都告诉大家，读、弄、都，好，很多都可以说。好，那我们句型呢，我这句叫读。好，接下来呢可以用，做得用，做得用。好，整句咯。谁来耶，什么耶都做得用。谁来耶，什么耶都做得用。好，我哋有單元都送到一片咯。